放下批判，放下成見，邀請大家嘗試每日花1分鐘專注喺自己身上，令世界更美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聽靜心1分鐘，我係主持 Tanya。時間過得真係快，成個3月份突然間好快就完咗。呢2個禮拜基本上都冇乜真正留返啲時間俾自己休息或者放鬆下，個人一直都處於好疲勞嘅狀態。所以決定要放慢出 podcast 嘅密度，希望呢個月可以有多啲時間同自己獨處，放慢返個生活節奏，好好咁樣去用心去感受同埋整理思緒，令我喺做 podcast 上面可以有更多方向同埋靈感。回想返呢2個禮拜，雖然都好奔波，但係都發現一啲有趣嘅現象。呢段期間，我會發現生活中有唔同嘅巧合，而呢啲巧合可能就係喺我諗緊某啲嘢嘅時候，佢哋會不約而同咁喺差唔多又或者某一啲特定嘅時間出現，就好似同外界有一種不可思議嘅連結，到處都俾緊我好多唔同嘅小提示。甚或乎一系列嘅巧合接二連三咁出現。我諗最廣為人知嘅例子就好似一講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而喺1920呢個年代，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就已經提出過共時性呢一個詞彙。今集想探討嘅題目係：你相唔相信有共時性嘅存在呢？究竟共時性係一個咩嘅概念呢？榮格喺佢嘅事業歷程中，為呢一個概念都落咗幾種唔同嘅定義，就好似非因果性原理、有意義嘅巧合同埋非因果性平衡。咁呢啲實在太過複雜啦，咁所以呢，我今次就唔會話好深入咁樣去研究。咁呢啲表面上無因果關係嘅事件之間呢，就有住佢講嘅非因果性啦，有意義嘅聯繫，而呢啲聯繫經常都係取決於人嘅主觀經驗。頭先都有提到，最常見嘅例子就好似，譬如你諗起某一個人，嗰個人就會打俾你或者出現。另外，共時性嘅體驗都可以係你某一刻諗緊一樣嘢，當下過咗之後，其實你已經唔記得咗，但係之後呢，就會喺某一個時刻出現或者發生，並且同你之前嗰刻諗起嘅嘢呢，其實係會有呼應。呢段時間前前後後都出現過幾件事，我個人認為係可以用共時性呢一樣嘢嚟形容。有一次我收工行緊返屋企，心入面突然間有一刻喺度諗緊，今日突然間好想食麥當勞添。咁但係因為事關我準備返屋企食飯啦，當然就冇打算去買嚟食。咁於是就當下諗完呢，其實就已經唔記得咗啦。咁我就繼續返屋企啦。點知嗰日晏晝呢，我屋企人咁啱真係買咗麥記去做 lunch 啦。我返到嚟嘅時候佢就突然間同我講話，留咗幾件麥樂雞俾你做晚餐。咁我當下聽完呢，其實就覺得哇，好神奇喎，好似冥冥中有人聽到我嘅願望咁。我覺得喺目前同共時性最貼切嘅體驗，就一定要提到呢一日嘅。咁話說，我平時覆診嘅時間呢，都係約開下晝啦。咁啱嗰日下晝呢，其實就有其他安排，所以我就改咗朝頭早嘅時間去，就諗住做完就直接去上禪修。我覆完診嗰陣時呢，就大概係11:08啦。咁禪修嗰邊呢，其實就係上12:30嘅。
要由西營盤高街嗰邊過去荔枝角嘅時間呢，其實就咁諗都已經覺得好問水㗎啦。當下呢，就已經心大心細緊，哇，咁講去唔去上好呢？途中都有開 app 嚟睇下究竟嗰個去程需時要幾耐。咁個 app 就顯示咗大概33分鐘啦。咁當我喺高街行返去地鐵站，架車呢就喺11:57左右先至到站。咁當時我心入邊呢就諗，哇，睇怕好大機會都未必趕到喎。咁之後嗰刻我就突然間有個諗法，咁如果到咗12:04都未去到太子站嘅話呢，咁我今日就決定唔去上堂啦。咁完咗我又冇再將呢件事擺喺心上面啦。咁我就好似平時咁樣聽住歌，發下吽哣，搭下車。咁其實中間都有不時睇住我個 mon。平時呢，其實我都會對呢啲比較少嘅事呢，其實都會糾結或者焦慮嘅。咁但係反而呢，當下個內心呢好平靜，唔知係咪因為當下已經做咗呢個 decision 啦，所以其實我某程度係將呢個決定我就順其自然，即係冇嗰種執着嘅感覺。去到太子站嘅時候呢，咁我就即刻望一望個電話啦。哇，12:03喎。咁我當下就諗啦，哇，好似夠時間喎，咁不如決定去上堂啦。去到荔枝角嘅時候呢，咁啱一出車門就係部 lift 啦，部 lift 又咁啱同時又開咗門喎，咁我就順勢咁樣搭 lift 上去就出閘啦。上到地面呢，咁啱嗰個對出嘅十字路口呢，就啱啱着咗綠燈喎。咁我就可以穿過個十字路口，即係唔需要等兩轉馬路嘅燈先至可以去到斜對面啦。我就一直咁樣好順利就行到去大廈啦。咁去到大廈嘅時候呢，又咁啱遇到呢樓下部 lift 開咗門，我就直接搭上去。最後呢，其實我係好順利喺12:27到達課室嘅。咁講完呢，其實成件事實在超神奇。當你可以完全放下對於嗰個結果嘅執念啦，同埋嗰個控制欲呢，有得成件事以佢應該發展嘅方向或者形式去順流，你會發現生命嘅體驗其實係可以完全不費吹灰之力嘅同時呢，又會有一啲機會。咁嗰啲機會呢，就會發生一啲令你意想不到嘅驚喜。整體而言啦，我覺得最近我嘅生命中一直都被好多唔同嘅喜悅包圍，好多時刻啦，好多嘅人事物啦，都值得我去感恩嘅。唔知你哋最近又過成點呢？歡迎留 comment 同我分享下。今集分享到呢一度，有時間可以聽住做埋陣間嘅靜觀1分鐘環節間。靜觀1分鐘。歡迎嚟到靜觀1分鐘環節。如果未接觸過靜觀嘅朋友仔，建議一開始可以選擇喺比較安靜嘅環境下進行。透過靜觀，我哋會有意識咁將專注力放喺觀察自己嘅呼吸上。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呼吸好凌亂啦、急促又或者唔暢順嘅。當你靜落嚟嘅時候，你會感受到呼吸嘅唔同狀態。呢段時間，你嘅腦袋會不斷出現好多零碎嘅思緒，企圖阻止你靜落嚟。我哋可以想象自己面對一條高速公路，而每個思緒就好似一架又一架嘅車喺你面前經過。我哋只需要覺察佢哋嘅存在，再讓佢哋默默地經過，慢慢將專注力放返落呼吸。陣間你會喺開頭同尾段聽到一下鐘聲，分別代表開始同埋完結。
而家請各位做深呼吸3次，鼻吸，口呼，再嚟多次，鼻吸，口呼，鼻吸，口呼。恭喜你完成1分鐘靜觀，希望呢1分鐘能夠為你帶嚟平靜、快樂、自在。感謝收聽到呢度嘅各位，歡迎大家 follow、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一日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